白白太水已经过为半年lang诶，唔过所在嘅天气睇慢慢复热，睇屏东嘅林边嘅当时也所在阳春，佢大山个树路死黑的，有农民路讲，因为嘅茶泡树嘅根呢，路本山来减嫩呢，佢道茶泡路唔会太，设施也唔好，佢道路系超过30年嘅路树嘅路走黑的，农民只有嗰种，为5、6年过后，能有好舒适。必须挖种国较大嘅练武，一日要780口。虽然真贵，但是卖嘅使屏东农民真好嘅种嘅技术。不过有太有正嘅练武，林边嘅农民看到係一片心酸，因为新血长出头白白风灾做好毛皮咧，所以本嚟安排嘅练武手都冇简單救進來，但是種出嚟品質變難，唔敢希望假使實就結好。伊嘅營養嘅系數吼變不良啊。不良變咗講吼，我哋品質就受影響啊！伊樹長本身傷過弱，品質就迄個大袂開，迄個色澤嘛較袂真往年遐水啊。農民真艱苦，係因為嚟調練武術，種嚟要3、4年，所以有機會拼命做下救進來。不過還係要救唔進來嘅，像真秋天嘅果醬做下精緻，佢雖然唔攀得，但是做下產品個中國，損失不止係幾10年嘅心血，成個練武術一定5、6年就會開發大致。當時心痛咯，這100塊2萬外塊，2萬塊要創啥？補助根本無夠，迄無夠啦，迄無法度啦，要靠政府是無法度啦。因為白白風災，林邊嘅練武散期幫好，但是還係需要修行。唔過半年過去咧，最近個中國嘅農民其實無多良相。對那邊來講是一個人數，等個復健速度是緊啊慢，無算慢，無介緊。新村農委會災後有補助，但是冇多。天災造成農民幾百萬嘅損失，嘛無法度討進來。農民只無奈何，但是還已經照顧夠嚴，因為等達到冬季嘅果子，無論係等幾久，對你哋農民來講係一份希望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